神戶牛半熟誘惑，配炸蒜激香。全城期待嘅神戶和牛終於登陸咗香港啦！除咗洲際嘅 Nobu 牛陣同埋本陣之外，稻谷亦會喺8月頭推出神戶和牛嘅菜式。而家就等我率先去試食下先。神戶和牛之所以咁矜貴，除咗係因為係出名門之外，仲要經過肉色、紋理、纖維、脂肪等等嘅嚴格評級。大廚教路，烹調神戶和牛最重要嘅係時間控制，因為過熟就會失去當中嘅牛香噶啦。稻谷嘅井水師傅話我知，口燒嘅煮法就最容易食到神戶和牛嘅香味。等我試下先。點埋呢個棗鹽食呢？香得嚟又唔漏啊，好正啊！想最直接試到神戶和牛嘅鮮香，就梗係非刺身莫屬啦。真係入口即溶啊，超香啊！而呢個火炙神戶和牛壽司就選用咗肉質軟腍嘅西冷部分，然後再喺燒到半熟嘅和牛表面加啲炸蒜，食落去更加香口啊！唔少得嘅仲有散散鍋，和牛要幾成熟，食隨尊便啊！點啲芝麻醬或者係豉油汁嚟食，就更加帶出到肉香。然後用生完和牛嘅湯底煮其他配菜，平凡嘅好似蔬菜豆腐都會沾上到香濃嘅肉香，味道大大提升啊！雖然稻谷嘅神戶和牛餐牌喺8月3號先開始供應，但係據聞神戶牛喺上個禮拜5喺超市上架冇耐，即刻被一掃而空，可見佢嘅矚目程度啊！所以啊，都係快啲訂位穩陣啊！